TechCanto 第120集嚟啦！今日睇下 NVIDIA RTX 8禁、游泳模擬機、Echo Dot 新舊版、電搭車、NVIDIA 新樣品、Techie 深入試用。Techie 試用 NVIDIA RTX 8原型不電，比 Microsoft Surface 表現如何？同 Microsoft Surface 一較高下。AirPods 難在泳池，游泳時戴 AirPods 有什麼難點？游泳模擬機有乜特別？游泳時聽歌有新選擇。Echo Dot 有何不同？老 Echo Dot 同 Echo Dot Max 有乜分別？主要係音效同處理器，音質及處理器有大分別。電搭車新嘅共享交通工具 Veo 電搭車出現在丹佛，具備啥優點？準備鋪街使用 Nationwide 共享電搭車迎新時代。TechCanto 120集完結，下次見。